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書係《Smarter, Faster, Better: The Secrets of Being Productive in Life and Business》。呢本書唔止上過紐約時報暢銷榜冠軍，仲被好多人譽為提升效率聖經。作者 Charles Duhigg 就係寫過《The Power of Habit》嘅 Pulitzer Prize 得主，今次又再出擊，喺 Amazon 有4.3分，好評超過4400個，Goodreads 都有4.05分。47000幾個評價，絕對唔係等閒之輩。老實講，起初我都以為會係一堆 productivity 小貼士大集會，但係睇咗幾頁之後，我即刻收聲。都係用咗大量嘅真實故事，包括空難、特種部隊、迪士尼點樣製作動畫等等，完美結合心理學同行為科學，唔係教你做多啲，而係教你做啱啲。Charles Duhigg 其實唔係咩時間管理達人啦，佢係紐約時報記者，長期趕稿，壓力大啦，直到有次職場 burnout 佢先開始研究點樣可以又快又好完成工作嘅，結合唔同領域嘅研究寫出呢本書，親身實驗派冇得彈。我睇完之後最大收穫係，原來聰明工作唔係靠辛苦堆出嚟，而係靠識做選擇、建立動力同善用注意力。所以我濃縮咗3個最實用重點，希望你聽完即刻可以落手做。書一開頭講咗一單空難，2009年發航447號由巴西飛巴黎途中墜海，228人全部罹難。調查發現飛機冇乜大問題，問題出喺飛行員誤判，佢哋試圖手動駕駛，結果拉得太高，導致失速。Duhigg 喺呢度引入咗一個概念叫認知盲點，即係人喺壓力大、資訊爆炸時，會一頭栽入某一件事，反而忽略其他重要信號。最致命嘅唔係冇資料，而係唔識點消化同決策。佢話避免呢啲錯誤唔係靠更加勤力，而係訓練自己用心理模型主動思考，幫自己保持清醒。航空界引入咗新訓練，例如鼓勵副機師發聲，模擬緊急狀況之後，意外率大幅下降。就係提醒我哋盲目做嘢唔等於高效，做得快唔等於做得啱。第一個重點係主動權唔等於壓力，而係選擇感。書講得好清楚，最有效率嘅人唔係頂最大壓力，而係覺得自己揸緊方向盤。就好似開飛機，如果你覺得可以轉向，你就會積極啲；如果覺得一切注定，你就會開住自動導航，冇心機做嘢。我諗起我同事阿 Tim 以前佢覺得所有安排都係上頭定，自己冇使做嘢，冇動力。但係後尾老細開始俾佢自己排時間揀項目，佢即刻精神晒，仲主動加功能落 project 入邊，變咗團隊最有火嗰個。咁所以無論你係學生、打工仔、創業者，都要問自己：我有冇邊啲決定係可以俾自己多啲選擇？就算係細細地嘅，例如先回 email 定整簡報，都會令你重新揾翻個主動感。第二個重點就係專注力係有限資源，要識得管理。書入邊講到，麻省理工有個實驗發現，做得最好嘅人唔一定 IQ 最高，而係識集中精神。Duhigg話，注意力就好似聚光燈，要自己決定照邊，唔可以俾外界干擾。好似打機咁，你唔會亂咁行，而係預先估敵人喺邊，集中火力。以前我寫 proposal 一邊開住 Slack 一邊 search 資料，搞3個鐘都未搞掂。後嚟我試用全封閉模式，戴耳機關 message，列 to do list， 1個鐘搞掂晒。你都可以試下俾自己每日一段黃金時段，例如朝早10點至中午，全程唔覆 message， 唔開 YouTube， 將最緊要嘅任務擺喺最清醒時段，成效真係會倍增。第3個重點係心理模型，諗得清先至做得快。書入邊成日提到 mental models， 即係你對事情有冇一套清晰理解框架。有效率嘅人唔係知得多，而係識得整合。就好似建築師起樓要有藍圖先起得起啊。以前我有個朋友阿明，做新 project 都要 search 晒資料先開始，搞到亂晒。後來我教佢一個5步框架，定目標、拆步驟、設時間表、揾資源、設 review。佢之後成日都話做嘢好似有導航，唔再亂撞。你開始一件事前都可以問下自己，我有冇一個基本框架？就算係寫篇文，你都可以用引子3個重點總結咁嘅 template 幫你清晰思路，事半功倍。睇完 Smarter, Faster, Better， 我學到最緊要唔係新技巧，而係一個新思維。效率等於主動權加專注加模型，即係唔再做啲好忙但冇成果嘅事，而係真真正正用最少力做到最大效果。我以前以為 productivity 係一堆 app 加 checklist， 而家我知道真正嘅聰明做法係識諗、識揀、識 focus。咁書中有句話我好中意，
最有效率嘅人唔只係做得唔同，而係佢哋睇世界同做選擇嘅方式完全唔一樣。都係嗰句，聽完萬卷書，務必踏出第一步，你嘅人生先會改變。